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拿墨宝来跟各位大家参考。这一章是我早上才刚写的，太上老君他交代我的使命，我几句话把它写出来，来跟各位大家一起探讨研究。他给我起的名字叫做普扬，他说你呀，一定要普开大道度众生，把这个重要的道理，你要把它好好的发扬光大呀。这是你的使命，我交代你的任务在这里呀。要把真正对人生生老病死的这些内幕的实际情况，把世间存在一些虚幻的内幕，你要好好的转述给大家了解。所以要把这个道路普遍的打开。什么叫做道路？了生脱死，离开六道轮回，我们能够成就道业，这叫大道，来度化一切众生。扬辉真理报身恩呐，扬就宣扬，你要把它发扬光大，这个真理实际的修行道理告诉大家，你也才能报身恩。可能过去师父受到很多诸佛菩萨、圣贤、仙佛给我加持鼓励，甚至于给我很多很多的熏陶，我才有一点点基础。所以他叫我一定无论如何要好好的报答，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曾经受过诸佛菩萨、圣贤、仙佛的加持教育，随时督促给我们提醒，所以我要报答这个深重的恩德。所以我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普扬。我要以佛教兴亡为己任，兴就是它非常兴旺嘛，亡就是它破灭了或者是衰败了。我要作为自己的责任，我不能推卸，我要勇于去承担，勇于去面对。佛教的兴亡，它的好跟坏，成功或者失败，都是我自己的责任。以佛教的光大为目标，佛教如果一光大，众生就有希望了。佛教的真理告诉我们，众生要懂因果，懂得三世的轮回，懂得修行的重要。你种什么因，才得什么果报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佛教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大家，这个道理如果宣扬在整个人世间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大家都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好好的实践自我要求，各位以后未来佛教一定会闪闪发光啊，这是必然的。佛教带给我们众生希望，给我们太大的鼓励，给我们太多的方便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。所以你看，太上老君就是老子道主，他交代我的任务就在这里。我今天呢，利用这个机会跟你们大家一起分享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